其實做空姐其中一個最大嘅挑戰就係作息唔定時，長期日夜顛倒，睡眠質素欠佳。有時咧長途機中間只係瞓得2-3個鐘啦，起身之後咧仲要繼續做嘢，有時更加要通頂工作。所以咧我嘅身體啦同埋睡眠質素咧，其實由嗰時咧都影響至今。而家我做健身教練啦，拍 YouTube 啦，同埋經營美容嘅產品，咁多身份之下，的確到夜晚咧，我都會因為工作嘅壓力啦，同埋生活嘅壓力咧，搞到精神好緊張啊，就令到我瞓唔着啦，同埋睡眠質素都好差。就喺2個星期之前，我就收到 Collegiate 嘅忘憂睡眠啫喱，於是我就即刻親身試驗一下，係咪真係咁 work 咧？因為其實我之前都試過一啲褪黑素嘅產品啦，都唔係特別有效果。每晚臨瞓之前1個鐘，我就會食一條 Collegiate 嘅忘憂睡眠啫喱。到而家咧已經食咗2個禮拜啦，發現真係可以令我自然入睡，一覺瞓天光，完全冇扎醒過。起身嗰刻係好精神，瞓得好足好夠嘅感覺，完全解決咗我成日唔夠瞓啦，同埋瞓唔着嘅問題。呢一個咧係助眠嘅零食，亦都係藥劑師嘅配方。一條助眠啫喱就等於其他助眠片嘅3至4粒啦。秘訣在於佢有8種天然成分，啟動4層睡眠模式，特別針對因為壓力大而瞓唔到啦，或者唔可以維持深層睡眠，經常易醒，同埋瞓完之後都覺得好攰，好似冇瞓過嘅人。產品專利嘅羅布瑪成分可以有效喺8日提升睡眠品質。而產品選用嘅 GABA 成分亦都有證實顯示4週可以改善睡眠困擾，所以呢2種成分加埋一齊就係快速入眠嘅關鍵啦。另外，色氨酸就係我哋生理時鐘嘅重要因子，可以改善壓力啦、焦慮、煩躁同埋失眠嘅症狀，令到你嘅情緒可以長期穩定，瞓得舒舒服服。仲有產品係特別加入咗海草鈣同埋氧化鎂嘅成分，會向你嘅大腦傳遞需要休息嘅信號，令到繃緊嘅肌肉放鬆，絕對係可以減少早醒嘅機會。第2朝起身就會精力充沛。佢係啫喱嘅形狀，梅子味，酸酸甜甜，味道我可以直接用好味嚟形容啊，亦都唔會好似藥丸咁難吞。獨立包裝，一次一條，方便帶埋去旅行添。最重要係呢個產品不含中西藥嘅成分，全部都係天然草本，成分安全，冇副作用，亦都唔會依賴第2日瞓醒精力充沛，從根源改善睡眠質素，亦都係零蔗糖，冇體重負擔。就係咁好成功咁樣幫我解決到失眠嘅問題，同埋改善到睡眠嘅質素啦。如果你都想每晚無憂無慮咁瞓得好，你就係時候要試下啦。產品係萬寧有售，記得要去影片下面嘅資訊欄攞埋20蚊嘅現金券啦。忘憂睡眠啫喱，一條瞓到自然醒。